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最近啊，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在养宠物，像我自己呢，有养了2只猫。然后你工作啊，回家就看到它们，就觉得啊，好可爱、好萌、好疗愈，有没有？但是呢，今天告诉大家，我们一般常看到就是狗啊、猫啊，很常见，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的萌宠是谁？Ladies and gentlemen， 是他可能是很多人的萌宠，猛烈的猛，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些人的萌宠哦，对不对，顶牙？其实我是有点小小的惧怕，给不回这样子。它是蛇，没错，小哥，你手上的这是一只球蟒。为什么叫球蟒？为什么叫球蟒呢？我这边刚好有一只可以帮大家做示范。是，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把它的头包在身体里面，然后呢围成一颗球的样子，保护它的头不要被攻击。所以它就是球蟒再大一点。对，你会看它们2个颜色非常不一样，因为球蟒已经在人类宠物史里面已经其实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那会像狗狗一样，我们有不同品种的狗狗，球蟒一样，它们也会培育出各种不同的花色跟纹路。像我这一只啊，这样金黄色的，其实蛮可爱的。是，而且老实讲啊，就是它。我们好像越放松，它其实也会越不紧张，对不对？是，其实它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人的一个大致上的情绪。你越紧张，它也很紧张，因为我们紧张的时候，可能手会出力，可能会发抖，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些讯号。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他们，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放轻松，他想去哪里，我们就跟着他走就好了，不用想要去抓他，不要想去控制他。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 confused， 就是说，怎么会想要养蛇？哇！其实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想要养蛇的原因有几点。第一个，蛇它不会掉毛，所以它不太会有过敏的问题。有道理耶。像我鼻子很容易过敏。对，所以很多人会养蛇就是这样。再来呢，现在很多大家都是住公寓、住大楼，是不能接受太多的狗叫声、猫叫声的。蛇它不会叫，不会吵，不会闹，所以呢，养在家里面刚刚好。就算你这样，房东也不会发现。对。再来呢，蛇它们其实排泄量非常的少，它们可能吃1餐才排1次便，那它们1个礼拜才吃1餐，所以1个礼拜你只需要清1次大便，不像狗猫，你每天要带2、3次出去散步，它们不需要。这么容易？对，非常轻松。养蛇1个礼拜只要喂1次，然后因为它只吃1次，所以它只大1次便，没错，然后也不会叫，是不会吵。所以爬虫类的话，还有其他的动物吗？当然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办公室小宠，叫做手工。手工，没错，听起来好像很日本还是东洋。手工是什么？手工就是壁虎的意思。养壁虎，就那个壁虎。他们是亲戚，很类似，但是其实不太一样。这个吗？好可爱，好漂亮。这一只就是我们的豹纹手工，它身上的斑点很像豹的纹路一样，很像猎豹、花豹。这可以摸吗？可以啊，它摸起来跟蛇又不太一样了，有一种叉，就是粗粗的，然后有点它皮肤会比较粗糙一点，不像蛇这么光滑。那这种呢，它的体型最大大概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养在办公桌上面，或是养在房间里面。它们一样排泄量非常的少，虽然不至于像蛇一样1个礼拜才拉1次，但是呢，它们排泄量很小，所以也不太会有什么味道。它怎么好像很乖？对啊，它们常跟人接触之后，就会很习惯你的触摸，很习惯你的声音，它们就不会有这么躁动。好，我会不会不小心抓它，它尾巴就断了？壁虎有可能哦，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在跟它相处的时候，我们尽量有几个动作不要做，我们可以轻轻摸没关系，但是不要去捏它，不要去抓它。它算是跟壁虎是亲戚，对，它就是壁虎的一种，只是它不会爬墙，它是在沙漠行走的。如果不怕的话，是女生应该蛮喜欢的哦。其实，养豹纹手工的女生朋友非常非常的多，真的假的？真的，他们都还会帮她布置个小家，做个小屋子、小房子，做个造景。那还有一种也很受欢迎的，这一只叫做肥尾手工，这只也是它原本的颜色，那它也有其他不一样的花纹。
对，肥尾手工，顾名思义，其实它的尾巴就粗粗胖胖。那为什么它有胖胖的尾巴呢？其实豹纹手工刚刚看也是微微胖胖的尾巴，是，那就是为了让它们在比较贫瘠的沙漠环境里面可以储存养分跟水分，就像骆驼一样。所以这边沙门在储存养分用。对，很可爱耶。然后我一直觉得这里有一只看起来有点可怕的，它是谁？我们来介绍它一下。好，它是很多生态频道、自然频道里面会出现的物种。今天就带大家有一种收看 Discovery 的感觉，一次满足你的感官好吗？没错，它其实是大名鼎鼎的闪蜥蜴哦。我们会看到它旁边有2片皱褶。这个对，那你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打开吗？根据我念书的经验，老师说它好像害怕的时候，看到敌人的时候吗？没错，当它遇到危险、遇到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打开它的2片小雨伞。所以我们示范一下它的好朋友。对，我们请它一个室友，一只大蜥蜴来看。哎，有没有看到？当它看到一只体型比它大的蜥蜴的时候，它就会很紧张。哦，对，所以它就会把它的雨伞打开，嘴巴张开，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大只一样，来威吓对方说：“哎，我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哦，你不要靠近我。”虚张声势啦，没错。那当他真的敌人还是不怕的时候怎么办？赶快36计走为上策，就逃跑了。对，其实这就像你说的，只是虚张声势。对，然后找时间赶快逃，对不对？没错。所以这个是闪蜥，也是有人养。是的，这也是很多人饲养，其实也是蛮可爱的啦哈。然后旁边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很鲜艳的东西，很鲜艳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看起来很像假的，你那个是标本还是模型？因为怎么有这种颜色，我才不相信。那只动物是很多我们卡通影片里面会出现的哦。对。它是谁？它是一只变色龙。我觉得它好像在很多那种什么卖液晶荧幕、液晶电视里面会出现，有没有？没错，它的颜色很漂亮，然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产区，它所有的亲戚朋友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它叫做7彩变色龙。你光是看它那个鲜艳的颜色，你就觉得说，大自然真的太奇妙、太神奇，怎么可能有这种动物是这个颜色？当我们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也是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美了。今天大开眼界哦，这么多的爬虫类、暗黑系宠物，可能是你的猛烈的萌宠，但是也是我很可爱的萌宠哦。所以今天我想要找，在这么多的爬虫类里面找到我的萌宠，没有问题，可以吗？我的当然可以。心目中可以陪伴我的爬爬，我去走一走、逛一逛。好，欢迎。好，走。好，走吧。来到爬爬的天地，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原本让人觉得很可怕的动物们，突然之间都变得平易近人，越看越可爱呢。我寻寻觅觅，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有缘的爬爬。这一只，我觉得它特别可爱，跟我很有缘诶。它是谁？它是蓝蛇蜥。真的有哎，看到了吗？它的舌头是蓝色的，是蓝色，非常漂亮。对，而且它的体型非常的可爱，它是蜥蜴界的腊肠狗。你看它身体长长的，但它的脚短短的、肥肥的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手脚很可爱，就是因为好像戴那种黑色手套，有没有？对，有穿袜子，4只脚都有穿袜子。那它这么小这样子养，最大可以到哪里？这个最大可以到60公分。其实大概就跟你眼前这个缸子差不多大，对。那它的体型，但这么大，它们大部分就是藏在尾巴的地方，它们会比较长一点点。这边，对。那像养它们啊，要注意什么事，或者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基本上蓝蛇蜥算是非常好入门的蜥蜴。那我们在饲养上面呢，我们需要准备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干净的水源，所以我们需要有给它一个水盆，好上下的水盆，是好进出的水盆。再来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灯具啦。灯具的话，我们分成2种灯，一个是紫外线灯，一个是加热灯。加热灯啊，是让它保持它的体温的，因为蜥蜴跟蛇它们都是变温动物，它们是需要靠温度来消化的，所以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温暖的灯，让它的温度可以保持在让它们足够消化的温度。那以蓝蛇蜥来说，大概可以在32到35度之间。那另外一颗灯的话，就是我们的紫外线灯，或者叫做 UVB 灯，是帮助它的身体可以吸收合成钙质的。所以照射这些光源是
也是必备的条件，是必备的，对。因为我们在大自然有太阳，但是我们在室内饲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让把太阳搬到房子里面来，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很像太阳的灯。那我可以带它去晒太阳啊？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吗等它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帮它穿上牵绳，带它去散步。哦，跟我们但是要注意遛狗一样，不要被野猫、野狗去攻击，或是小朋友不小心踩到了。对，猜到，我就真的居了，我跟你说。真的好，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一个箱子，就是一般如果在养手工啊、养蜥蜴的朋友家里一定必备的嘛。是对。那这个箱子的话，我们还要放一个躲避洞穴，对因为让他们有个小房子住，他们会比较安心。那缸子的部分我们要注意，两侧有通风网，会比较通风。哦对，不会说闷在里面，因为我们有加温。如果你没有通风网的话，整个热气会闷在里面，他们反而会不舒服，是会中暑哦。我看到一个很可爱，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温湿度计，为了方便监测我们缸子里面的温度跟湿度，是我们会放一个温湿度计在里面，以便我们随时可以一眼就看到，现在缸子里面会不会太热，会不会太冷，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调整？了解，当然要给它还是最适合它的环境，对不对？不然其实很简单。对，那他们吃什么？那他们的食物非常的多元，他们是杂食性的，水果也吃，那昆虫也吃。在我们一般人工饲养下，我们喂食它吃蟋蟀。哇，吃蟋蟀活的，这样给它吃？对的，在野外啊，我们可能抓不太到蟋蟀，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都市里面，或者说从野外抓的，我们会有疑虑，会不会有寄生虫啊，或是说会不会有一些疾病的问题？我光是抓一只，你知道抓回来它都饿死了，因为我也抓不到它。所以蟋蟀是从哪里可以买得到，或者是？所以现在我们有专门繁殖蟋蟀的商家，他们还有蟋蟀宅配到府的服务。蟋蟀还可以宅配？哎，小兰，你真的很幸福哎！你们吃饭还有人帮你宅配到府这样，所以他们那边很多蟋蟀，是的，大大小小美味的都有。对，哦，那我可以带我的小兰去吃 buffet 吗？当然没有问题。真的假的？可以。哎，你要去吃 buffet了，准备好了吗？肚子很饿哦，我们赶快带你去吃 buffet，走走走走走。好的，接下来要带我的小兰，还有这一位来吃 buffet 大餐，但是一样。一般来说 ，buffet 的餐厅应该是我觉得想象中看起来很美味、很高级，很多吃的。你带我来一堆纸箱是什么意思？来，今天带给你这个餐厅，不是要给你吃的，是要给小兰和这只大宝贝吃的。所以这些纸箱是别有洞天，是不是？我带你看一下，你仔细看看纸箱里面有什么东西。一讲他们就稀稀疏疏哎。对，里面这么多只的这些蟋蟀啊，就是他们的食物，准备带他们来大快朵颐一番。所以这些纸箱里面通通都是蟋蟀。没错，这里面都是蟋蟀。哦，他们这样，我如果密集恐惧症的部分，其实看起来有点可怕，也太多了吧？这个都是啊，这个也都是。是的，没错，每一箱大大小小都是哦。可是怎么跑不出来啊？哎，你们怎么不赶快跑，赶快逃跑？很特别，对不对？他们没有盖子，蟋蟀还跑不出来。怎么会这样？原因，魔鬼藏在细节里。有没有看到这一圈？这是一层胶带，蟋蟀它爬到胶带的时候太光滑了，它没有办法往上爬了，它就不会跳出来了。所以蟋蟀也飞不起来，对不对？成体的会，但你看现在还没有长翅膀，这些都还没有成体。有成体的我们会加上盖子，那还没有成体它就跑不出来了。所以它再怎么爬，它就在这个范围里。对，这就是我们的小巧思。哇，这么多箱哎，小兰，你今天真的可以吃很饱哎！吃啊！啊，谁养的啦？这样搞啊呢？好好感谢老板。这是我们嘉宏养的，嘉宏。嘉宏你好，你好。嘉宏你是今年高3吗？还是这么年轻？刚国中毕业，没有事。哎，什么意思？谁叫你怎么会做养蟋蟀这件事情啊？当初我也是，就是喜欢爬虫类，然后想说很省钱嘛，可以自己如果繁殖它的饲料的话，我们就不用花这么多钱，结果越繁殖越有新的，就养这么多了。简单说就是爬虫类自己养了自己的宠物，想要它吃饱一点，这样直接变成它的大厨，它的老板。好，所以这边好多箱，你手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哦，这个是什么？它的专用饲料。这是什么？这个是饲料味很重哦，真的耶！所以是他们在吃的，对不对？对，他们在吃的饲料。那他们这样子都达呢？要喝水吗？
他们是不能够直接性喝水，但是他们是需要补充水分，那怎么补充？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豆薯，豆薯，对，豆薯来喂食它们。是因为里面也含有水分，是不是？对，但是它含有水分，但它又没有含太多的水分。对，它如果直接的饮用水的话，它会有可能会有消化道感染的问题。是，对。那像一般啊，蟋蟀到底要怎么养，或者说它要养多久才可以就是喂食嘛？对啊，喂食的话，大概2个礼拜至。如果说尺寸不同，因为都有不同的客人跟不同的客群嘛，所以有我的小宝贝，有他的大宝贝，对，从1个礼拜到我们1个半月，这个尺寸都有人在买。哦，都有人在买。对。那像这一箱可以有多少只的产量？如果像这么小只的话，这个可以塞到1万只。这一个箱子里面吗？对。这是蟋蟀界的小巨蛋哎。哦，是不是后面的朋友？对。天哪，这1万只！对。哦，小兰，我直接把你丢进去好了，我下个月再来接你。所以这边1万只小，那如果这种大的嘞？这个大的话大概可以塞到2000只左右。哦，小型演唱会啦，跟大型演唱会的差别。对。好，那蟋蟀应该你要生产嘛，对不对？他们要交配嘛。那我看他们这样的长得欧妈妈这样，我也要怎么分公的母的？哦，我这个给你看。好，像我们这次它如果中间它是有一根这个输卵管的话，就代表说它这个是母的。这个是输卵管。对，这个是输卵管。哦，所以它们输卵管是露在外面的。对，它们是露在外面的。好，这个是妈妈。这个就是母的妈妈，然后它的纹路也会比较平滑平顺。对。那我找一只公的。公的话，它后面呢就完全没有任何输卵管。哦，真的耶，只有它的那个翅膀。对。然后呢，它的这个比较像花的表面。哦，我看到有一些皱褶。对，它比较皱褶，比较像花一样，它没有这么的平顺。那蟋蟀应该也有分好坏。对，要怎么看？分辨的话，最简单就是以颜色来分辨。它如果是越黑的话，它会比较容易生出比较大的蟋蟀。对。那它如果就是它颜色比较偏黄色，就是开始有点变质这样子的话，它生出来的小朋友也会比较小。所以公的跟母的我们都选越黑越好。对，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分辨方式。是。但是如果这些蟋蟀长得更大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不是玩那个斗蟋蟀嘛？对。我会自己也会来玩一下。对，我们也有。你这边也是很多功能的，是餐厅又是游乐场。好，所以今天我带我的小宝贝们来吃到饱，大宝贝们现在当然也不可能生吃嘛，所以我可以怀念一下那个童年斗蟋蟀的感觉吗？没问题，可以哈。好，我就来参观一下。小兰，你要吃哪一只？说实话，整个房间里面一直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真的让人有一点毛毛的。而且光这几个纸箱就有好几万只蟋蟀。观众朋友啊，你们能感受到我现在的心情吗？现在我们要来斗蟋蟀啦！对，嘉宏，斗蟋蟀这个要干嘛？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斗棒，专门激怒他们的，用这个来激怒我的战士就对了。对，先让他爆气。才有办法打赢对方，对，是不是？那因为我也没有斗过蟋蟀，这个要怎么玩？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我们这个专门在装蟋蟀的盒子。哦，对。然后我们的战士就在里头。对。所以现在都有，全部里面都有。哦，真的假的？好。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前面这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斗馆，说出来就是竞技场，对不对？两边的选手各就各位，然后就可以开始战斗。对，但是这个小盒子嘞，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观赏用的一盒子。这个，对，里头有一只蟋蟀，对，非常漂亮的一只，是我们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脚、它的须跟它的颜色都是最漂亮的。好吧，那我要先怎么做？开始帮你们准备好两只。因为我们这个比赛，它是有算功课数，算我们羽量级选手跟重量级选手不能够一起比赛。等一下，你是认真的吗？对，认真的。真的有这么正式？对，还要测体重就对了。对，他们正负不能超过了。天哪，我好怂哦！今天不是生规真的。好，所以要测。OK。那这两个都是标准了。对，好。等一下你们两个就是稍微逗它前面虚的地方，让他们两个生气。哦。然后尽量把他们往这边引导。好，对，来哟。他在叫就是在生气，对，我的很凶哦。哦，好，我开始了吗？对，好刺激哦！哇，我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谁了。对啊，我这是哪一次啊？哇，那什么？他这样逃跑，这样子的话就代表
就胜负出来了。胜负就出来，非常的快速。哦，真的吗？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逃跑。对他就是不要，他就不想要继续不打了继续。哦，他要弃赛。对。你怎么这样？你这样要被蜥蜴吃掉呢？你知道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就是会做到这个宝座，败者就是待会会在我的小宝贝的肚子里面，是吧？所以今天其实大开眼界哦，这个炸的蟋蟀或是蜥蜴吃的蟋蟀，甚至说我们玩这个斗蟋蟀很童趣。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体验，其实是蛮开心，对不对？一种乐趣，是吧？大开眼界哦！我们再来体验看看，然后待会真的要来喂我们的小宝贝喽，没问题，好吗？来，加油！哎，过去。在喂饱了小蓝之后啊，大家知道一般人啊最常养的宠物就是狗啊、猫啊。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训练方式，让他们跟我们更加的心灵契合。但是，我的小蓝可以训练吗？其实我很困惑这件事情。今天呢，就要邀请采访到这一位专业的宠物训练师。有狗又有猫，这些都是你的吗？对，都是我的。你总共养了多少宠物？我养了3猫2狗。所以今天看到只是冰山的一角，可是又有狗又有猫，它们可以和平相处。可以啊 ，OK 的。真的假的？我在想说，它们不同的宠物应该感觉会打架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其实不会，它们在一起可以睡在一起啊，玩在一起都是没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有柯基，对不对？对。它叫得过来吗？它养多久的时间？14年了，已经14年了。那这一只是什么？这一只是澳洲牧羊犬，它现在4岁。所以还有另外一只猫咪，对不对？对。它是谁 ？Devil。啊 ，Devil。它现在正在观察周遭的环境。猫咪是不是其实会对一般的那个环境比较敏感一点？对，一些新的事物啊，他们会去观察一下。它好可爱哦，它耳朵是。这个算折耳猫，这叫做卷耳猫。卷耳猫跟折耳猫不一样，卷耳猫它的没有像基因上的缺陷，它是出生之后它的耳朵会有90到180度的转变，那它的耳骨是硬的，会像人的耳骨一样。所以他们都会一些基本的动作，这样哦，像什么坐下啊，或是趴着啊这种，可以没问题。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他们有叫得过来吗？狗狗呢？看。哦，有反应哦。好可爱哦！坐下啊！跟握手。你好棒好的。啊，你已经做过了。好棒哦，你们！但是说穿了，其实我们要训练他们。食物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其实除了食物之外，还有我们的互动啊，我们跟他的微笑啊、称赞，其实会比食物来得更好。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话，对不对？或是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一般我们要透过训练。为什么要训练？其实训练就是让他比较有礼貌，你可以带出门啊。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啊，交通工具都可以带他们上车，或进百货公司。但我们不希望他乱吠叫啊、乱咬人啊等等。就是乖乖的走在你旁边呐，然后可以安静的一直陪你去逛街啊。那你要怎么观察？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训练他们？要透过什么方式？我们可以透过食物啊，然后最棒的就是用称赞的方式。狗狗嘞？称赞他们吗？对，其实狗看得懂人类的表情，所以坐下。就算我没有食物，你也可以说好棒，你好乖呀，可以用你最大最棒的笑容去称赞他们。他们看得懂，他们看得懂。你好棒，好乖哦，非常好，现学现卖，是不是？这个要学起来，这一招你就可以跟你们家宠物做沟通，对不对？没有错。那他们这样子有一些基本的，我们带出去可能不会吵到大家，或是乱咬人啊、乱吠人。可是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进阶版的才艺？有。以你的专业度，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蛮厉害，可以帮我们示范几招吗？好，没问题。来，你要干嘛？它可以跳圈圈。真的假的？真的，Go。哦，
哇，真的没想到，原来家里的宠物经过训练之后，仿佛真的能听懂主人的话哎。不过，是所有的宠物都能训练吗？好的，刚刚看到狗狗、猫咪们卖萌，好厉害哦！但是我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这一位神秘嘉宾，我觉得刚开始看可能就有点可怕，但其实很可爱耶。你是谁？他不是小兰，他是谁？它是松狮蜥。而且它的颜色好可爱，然后这样摸它就有一种很温驯、很舒服、很享受的感觉。是的，它是你最近的任务，是不是？对，它是我最近新训练的对象。你连它都训练，松狮蜥都训练。Why？ 松狮蜥耶，它跟小兰一样都是这个蜥蜴，但不同的品种。对，那你猫啊、狗啊，几乎其实应该是越猫无数，越狗无数。你有没有特别？除了它们之外，还有更特殊的你训练过的动物？我训练过鱼，训练过鸡，训练过蛇，训练过兔子，这些都有。训练鸡？对，你说我们在吃的鸡？对，我们在吃的母鸡，会下蛋的母鸡。你每一次训练鸡干嘛？要干嘛？Why？ 训练鸡其实不是要对它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训练它，训练我自己的技巧。OK， 所以训练鸡是一项可能在你们的领域里面很值得挑战的事情。对，就是可以，因为鸡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可以训练我的想骗的技巧啊，怎么在对的时间点奖励到对的行为。怎么训练？台湾有吗？台湾没有，其实我是飞到美国去训练的。好，然后你最近要挑战的这一位是对吗？，松狮蜥先生。要训练他，一开始我们要做什么？好，就可以训练了吗？一开始回来不建议马上训练它，所以我会先让它习惯知道，我是谁，我可能是提供它食物的人。那先让它有一个舒适的空间，像要提供水啊，然后或者是瓷砖，因为它指甲会长长，所以它可以抓，就让它磨指甲。他这样子啊，跟你培养感情，他知道你是谁吗？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然后知道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连结，就是听到声响知道食物会来，所以他已经慢慢知道，这个人每天都会提供食物给我，然后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我的放饭时间。所以听到声音就是跟他的一个连接很重要，对不对？那我可以怎么帮你呢？好，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叮叮2下，然后我会把食物给他。好，那因为有些是我们刚刚在里面放了几只蟋蟀是活体，它有时候自己会去找它。是。那另外是虫，那虫的话是冷冻干燥，就变成我要晃动，让它觉得这东西是动的。不过还是要以蜥蜴的状况为主，因为它会告诉我们，我可能现在不想吃，我现在不想动。它等一下会闭眼睛，如果它不吃的话，就是眼不见为净。真的假的？这么有个性？有东西吃耶 ！Hello， 好，那我来试试看好了，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它会不会做。好。响铃喽！来哟，加崩哦！好脆哦！所以训练蜥蜴需要非常多的耐心，是你就是要慢慢去等它。那除了这样之外啊，我们还可以怎么训练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像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就是这种标记棒，那我希望它碰的时候，我会给它东西吃。是，这也是一个连接。这是一个连接，所以像国外有很多，因为它比较小只，国外很多大蜥蜴可能太大了，没办法抱它。那我们要去帮它称体重，就会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就这叫标记物，我们就让它碰到体重计上面，我们就可以得到正确的体重。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其实就像猫啊狗一样，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训练，在生活上其实更加的便利，然后也可以跟它们有一些互动，对不对？简单来说，我觉得养宠物就是你要有耐心，而且你要有爱心。重点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训练，可以让我们跟它有互动啊，有情感的连接，然后在生活上也可以更便利，对不对？对。当然最重要的是爱它就不要抛弃它哦，好吗？谢谢 Miki， 谢谢。好的，要当一个合格的宠物主人呢，当然平常好好照顾它们，提供它们水啊，很棒的环境之外呢，其实重点是身体要顾好，而且要巩固它们健康。但是健康怎么看？
爬虫类，像我手上有很可爱的玉米蛇，可是它到底健不健康，我要怎么看，我也不知道。今天呢，就要访问到这一位，他自己也养了很多爬虫类，这一只就是他的小宠物之一。这一位就是我们林医师。你是不是养了很多爬虫类啊？我现在有9只蛇，然后4只手工，2只蜥蜴。像我现在手上这个玉米蛇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养这个爬虫类，对不对？是。但讲真的，大家除了给它水喝、给它食物吃之外呢，到底要怎么看它们健不健康？比方说像蛇的话呢？ OK， 我们一开始接触到蛇，我们看健不健康。第一个我们可能会先，因为它最大的范围就是它的皮肤嘛，所以我们会看第一个它的皮肤是不是很光滑。对。那如果它的皮肤是很粗糙的，或者是它的鳞片不是这样光滑的，那可能大概就会有问题，大概就是生病了，有不舒服。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些呼吸道问题，像这前面这个就是它的小鼻孔，对，他们鼻孔有的时候会好像吹泡泡一样啦，或者是有一些分泌物都不应该，它应该要很干净的，眼睛鼻子都应该要很干净的，对。那我们大概会从外观去看。就会了解它可能真的有点状况，对不对？好，然后在我旁边其实众多的这个一箱一箱、一格一格都是你的小宠物，对不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它是绿鬣蜥。绿鬣蜥，你知道可能侏罗纪啊，或者是什么恐龙这可以抓出来吗？好，可以啊，我们把它带上来。好呀。那基本上这种绿鬣蜥是外来种，所以其实以它的个性啊，像你看它现在就一直在生气，对。然后它跟其他的动物不太一样，就是它有很多武器，比如说它会咬，它可以咬人，有嘴巴，然后它的爪子也很利，它也可以抓人，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尾巴，它会拿来就是会攻击人，所以这是它攻击的习性就对了。但如果像这样子，我们在家里养啊，一般的话，大家想养这个话，它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或者说要怎么养比较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蜥蜴啊，是它们有分种类，对，像这种叫树栖型的，所以你就不能像这种缸子是平面的，就不适合，它需要立体空间，那需要有树可以爬，让它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运动。像有一些像比如说松狮蜥就是地栖型的，它不需要，它不会爬树，所以它就需要比较宽的场地这样子。那在家里我们就是第一个需要给它一个适合。看你养哪一种蜥蜴，那它就需要它的那种适合的环境哦。然后再一个就是像它们就是这种爬虫，它很重我们叫日照，就是需要它需要比较长时间晒太阳。那有的比如说我们养在都市，如果都没有晒太阳，它们就容易会生病。了解。所以讲到生病的话，如果养这样蜥蜴的朋友，像蛇可以看它皮肤嘛，看它的鼻孔嘛，那蜥蜴怎么看？如果它有状况的时候？一样也可以先看皮肤，它的皮肤正常，它们都是很光滑的，都是很亮泽度，对，有一些色泽。然后再一个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看它的鼻孔，然后你看它生气的时候一样，我们可以看它的嘴巴，第一个它里面有没有长东西，或者是它的正常，它们就应该是这种粉红色，然后稍微有一点黏黏的。可是如果有太多的分泌物或者是颜色不对，它可能就是生病了。对。然后我们还会看，比如说看这个是它的排泄子孔，排泄的地方，然后正常它应该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发现它变得很脏或者是有很多分泌物、大小便都在上面的话，那它可能也是有生病。是。好，所以我光看它的爪子啊，你这样抓会不会被刮伤？那个需要剪指甲吗？是，需要剪指甲，因为现在我们如果都养在家里，我们大部分的地面啊、家具都是比较光滑的。对啊。那指甲太长的话，它们比较容易造成它，比如说一些关节啦，或者是脚趾头受伤。然后再一些就是家具的部分，木头的或者是皮的，这个一定都会抓坏。真的，那沙发给它抓下去，爸爸妈妈很心痛，所以他也要剪指甲，也需要剪。怎么剪呢？还是我今天就那个多了一个新任务，我们来帮他剪指甲，好不好？没问题啊，我们可以来剪剪看。是，帮蜥蜴剪指甲，我们去准备一下，走。爬虫百百种，每一种都有不同特性，想要照顾好它们，就要像林医师说的，饲养之前好好的做功课，并且深入去了解它们的需求和内心的感受哦。接下来我居然要帮蜥蜴剪指甲，然后这个我们家要养猫，所以这个我很熟悉，可是我真的没有帮它剪过指甲，医师要怎么帮它剪？对，通常
我们就是一样，不要剪到有血管的地方，所以它最前面的地方啊，这个比较尖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剪的，就是最前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对，我们不要剪的太多，就是它后面有血管，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前面尖尖的修掉就可以了。它其实跟猫咪一样，就是我们都会看到猫咪有那个血管在指甲的附近嘛，那就不要剪到血管。但如果真的剪到，如果真的剪到的话，在家里，我们当然可以去准备像这种我们叫止血粉，我们可以准备止血粉，然后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棉花或者卫生纸。它真的出血的时候，我们就先压着它，让它不要继续出血，之后我们就加一点那个止血粉，然后就可以了。好，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剪，对不对？对，后脚比较长哈，这个尖尖的我们就剪在血管前方，这样太多吗？这样可以，可以，很好。OK， 其他字也可以剪，脆脆的，对，好，对，脆脆的，前面对，这个也是把它剪，这样可以，再多一点点。好，我都好很怕流血，没关系，我们有，反正我们有止血粉，对，我们可以处理。如果真的不想，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他们会挣扎，难免，对，不是故意的，可是有的时候会不小心，那我们就是在帮他做止血就可以了。它不会像猫咪这样就很讨厌被剪指甲，它们比较没有那么敏感。这样差不多。好了，其实就跟剪猫咪的指甲一样，还有剪狗狗的指甲一样。可是像它们如果真的生病啊，就是我们是可以带去给一般兽医看的吗？这种特殊宠物还是有比较专门看特殊宠物的兽医。对，所以不是每个兽医都有看这些特殊的宠物。了解。所以如果这也是做功课，就是你要养之前，你也要先看一下，如果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带去哪里看医生。对啊，不然像你如果养蜥蜴啊、养龟啊、养蛇啊，其实很难，你也是很难。就是知道他们怎么样。那像刚刚你讲的，我们观察外观之外，我们自己做基本观察，然后再带给专业真的在看他们的这些医师会比较保险，对不对？对，生病的时候还是给医生检查会比较保险。医生我3-2下就把它剪完了。对，然后很简单的。其实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是耶，所以其实只要好好的照顾它，然后遵照像你刚刚给我们的建议，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其实饲养起来也没有这么困难，对不对？好，所以还是跟大家讲，养宠物呢，给他们吃的喝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之外，最重要的是借由观察，知道他们健康，然后记得要找到最专业的医生哦。今天谢谢医师，谢谢小龟。现在呢，我带着小兰来到一间爬虫餐厅。在今天之前啊，我觉得爬虫类大家好像比较少养，可是今天真的大开眼界。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爬友的这个社团，而且在高雄呢，也有爬虫类啊爬友的聚会哦。他们固定每年还会举办很多大型的活动。今天听说他们带着很多他们的小宠物们来到餐厅聚会。小兰，我刚稍微逛一下，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危险，是吗，社长？我可以离你这么近吗？可以可以吗？确定哦。可以。我的小男人，你知道，我跟他相处已经有感情了。你身上这个是？它是红尾蚺。你的小宠物？对。它有名字吗？它叫阿木。而且其实我近看啊，发现它很漂亮可是当初怎么会想养啊？就是因为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对。对耶，因为你这样看，我觉得那个皮肤的色泽就看起来又光滑。它会有彩虹的光，对不对？对，它会就是如果太阳底下照，它会更明显，就是它会有点反光、真的耶，红光那种感觉。对。你养的时候，家人当初有吓到吗？家人基本上不知道，然后他就在我的衣橱里面藏了1年。
我如果是他妈或是他爸，我衣橱打开我就先报警再说。所以后来才发现，对。哦，那我听说其实你有成立了一个爬虫类的社团，对不对？对，在高雄打狗爬社。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一开始是我跟几个朋友，就是我们大概4、5个朋友，平常周末啊就会喜欢，就是带着爬虫去公园，就是野餐啊，然后晒爬虫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在高雄的太多爬友，对，就是很害羞，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社团，然后就是尽量就是邀请多一点的爬友一起出来玩这样子，大家互相交流。对了。可是我认真讲，我们可能养猫养狗啊，有时候要带它们出去，真的也不太方便。就是餐厅或吃个饭，你还要友善的宠物餐厅，爬虫类。你们平常聚会要怎么选择你们的场地？基本上几乎会在室外啦。对啊，户外的那个就是聚会会比较多一点。对。可是天气不好的话，或者是大家想吃吃喝喝的话，我们就会找爬虫餐厅，就是或者是一些是那个宠物友善餐厅。然后就会先打电话跟他们知会一下说。我们带的宠物是爬虫类，然后可不可以接受这样子？对。那像这样的聚会啊，就是你们除了大家互相交流之外，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认识他们。没错，对啊。真的耶，因为你知道没有看到，有时候突然这样子大大小小，现在就会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你好像随时会不见。但其实他们很可爱，而且说不定养起来还更简单、更容易。对，没错。好啊，今天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爬友们，带着自己的爬出来，那我就来走走逛逛，好不好？认识一下大家。小兰，走吧。真的没想到，原来有专门的爬虫社团耶！以宠物会友，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大家不但可以彼此交流一下饲养心得，还可以趁机会认识同好，真的是一举两得啊！各位，我现在表情有点僵，因为现在这个状态也不是我常见的，所以基于一个安全的部分，我就先帮小兰叫车送她回家了，这样，因为你们看我的桌上。这是什么概念啊！我的天哪，我们先深呼吸一下哦。但是这个是小 case 而已哦哈。各位看看我旁边还有一位蛇蝎美人，你好，怎么称呼？小米。好 ，OK， 他现在在看我觉得冷静就好了哈。对他是什么品种吗？这是网纹蟒。网纹蟒。对。所以当初你怎么会想要养啊？就是因为本身也不怕，然后就看着可爱就养了。他说看着可爱就养了，然后眼神就有一种他真的好可爱的感觉哦。可是因为一般不要说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看到一定会觉得蛮震撼的这样，可是更何况是女生呢？这是刻板印象吧，我觉得，因为其实大众对蛇的误解还蛮多，所以其实不管男女，真的了解它的话，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所以平常的话，你会带它出去吗？会。你会带它出去？就是大只小只都会带出去。但是你怎么带？就挂在身上就可能出去买个午餐啊之类的。买个午餐，你确定自助餐厅的阿桑不会惊到吗？我觉得很 shock 哎，你就这样直接披着哦。那路人的反应呢？就是遇到最多的就是一直盯着你看，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闪很远的或者是偷拍的，都有很多。但你会也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啊，然后让他摸一摸，教育他们一下这样。会啊，像家里附近邻居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就是看到我没有带蛇出门，还会问：“哎，今天有没有出来？今天去头哦？”这样对会吗？现在我的小兰非常的兴奋，因为今天来参加爬们的聚会，她今天可以来交朋友哎！你看旁边这3位。小兰，你先等一下，你这么小，人家这么大，你到底想干嘛？这么热情要干嘛？好，然后我旁边呢，这位是维尼，你好。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女生长得漂亮，然后就大家觉得就是 IG 上面可爱可爱的女生，喜欢爬虫类很难想象，对不对？对。你怎么会接触到
其实一开始是养小只的手工，然后后来想说，不如试试看养大只的，然后就从先养它开始，就是蓝蛇蜥。对，它也是，它是蓝蛇蜥，对，是小兰的好朋友。小兰也是蓝蛇蜥耶，所以它以后也会长成这样。对。那这2只嘞？这2只是盾甲蜥。盾甲蜥，它们特色是什么？它就是鳞片会比较硬一点。哎，有哎，但是好可爱哦！你们今天还帮它做一个造型，对不对？对啊。这什么概念？侏罗纪吗？只是想说，人都会做造型，就要做面具，那不如我也帮爬虫类做一个面具，这样。对对对。所以这个概念的话，让他们戴着他们会不舒服吗？应该是还好啦，因为这个是有松紧的。好，然后你帮他们做造型，你这个也是自己做的哦？对，这个是变色龙。哎，可见你真的很喜欢爬虫类耶，很可爱啊。你从那个手工就是开启你的兴趣之后，后面就一系列一连串，发现他们可爱的地方。对，总之。发现了爬虫类它们可爱的一面，而且认识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么可怕，对不对？真的哎，爬爬的聚会，来，认识新朋友，一起不动。今天的聚会真的是大开眼界，太精彩了。然后我突然看到一位很熟悉的面孔，李阳，你也在这里哦。没错，在这边又遇到你了。你真的是去哪里只要有爬虫类的地方都遇得到你。是，所以你今天也来聚会。对，你的小宠物又带过来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看它，突然觉得我本来觉得它很巨大，结果今天默默觉得其实它好像也是蛮瘦的。是，所以这么多的。这个爬们一起聚会啊，然后想跟你聊这么多，其实都没有好好问你耶，就你养的第1只到底是什么啊？我其实养的第1只是豹纹手工啊，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养了很多的甲虫，那我再用繁殖出来的甲虫跟别人换了我人生第1只爬虫，就是豹纹手工。做交流就对，然后后面才接触到说，哎，原来有这么多形状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的爬虫类，对，所以就深深跌入这个坑里面。所以啊，这么多的这个爬，我们这么多的主人，大家聚集在一起，你看社团越来越壮大，你自己什么感觉？当然非常开心啊，因为可以就是有更多的同好加入，然后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就是一起在就是解开。就是一般人对爬虫的误会这样子，对，是很开心。所以如果相同的兴趣，或者他觉得都没有人可以分享，想要加入你们的话，要去哪里找你们？就是在网络上，只要搜寻打狗爬社，或者是就是打爬虫相关的社团，其实现在在各县市都蛮多人开始在发起，就是那个爬虫聚会这一块，对。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没错。尤其是大家慢慢的推广啊，这些所谓的萌宠，其实他们也是有很可爱的一面，那照顾起来很方便，而且也会了解到他们其实会带来跟你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哦。好的，我们萌宠攻略下次见，拜拜，拜拜。你妈一开始就是，她说起黑被冲啊，起在学冲啊。